为不爱自己的丈夫怀了孕，又随时会被丈夫抛弃的女人，难道还不够水深火热吗？如梅，你要讲道理。从开始到现在，口口声声要求唯一的人，并不是我，是我。但我要的是唯一，而不是抛弃和掠夺。也许你今天是爱我的，但是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，你会待我怎么样？季淑妃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都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认错人，又糊里糊涂跟了你的女人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？够了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敢说，你当时是因为爱我才跟我？你敢说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骗过我？你敢说，你从来都是光明磊落的吗？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提起从前的事，我承认，开始的时候我的作为是有些不妥。我想试探你，可我却发现，你让我完全无法抵抗。你知道吗？当我放弃审视，闭上眼睛吻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爱上了你。我对你的感情，曾经令我自己惊奇过，但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份感情。我是骗过你，可那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。我对任何人的感情，都无法和我对你的感情相比。那是因为你一直就没有完全得到过。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像你所有的女人一样坚定，一样逆来顺受的话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在意我吗？如梅，为什么我们在生死关头总可以靠在一起，可一旦危险过去了，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竖起你那身尖锐的铠甲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尖锐，刺痛的是我的心呐。你到底要我怎样做才能使你称心呢？我要你不要再招惹我。你本来就该待在燕王府，守着你那些温柔贤惠、无怨无悔的妻妾们，好好做你的王爷，而不要奢谈爱情。说得好，季淑妃对我是无怨无悔，可是我对你的爱更是无怨无悔。这是我用重金买下的，可以帮你假死脱身的药。什么时候你认为我也值得你无怨无悔的时候，你可以借助它来到我身边。你一定要记住，随时随地，海角天涯，我都会等着你。哎呀，老二，你能不能坐下来歇一会儿？朕看着你头晕。父皇，您现在头可以随便动，他现在正在换您的衣裳。皇上要是累了，可以换一个人穿上皇上的衣服，坐在那儿，等学生画好轮廓，这样皇上可以少受些劳累。老二，你替朕坐一会儿。是父皇。
仙仙，我们歇一会儿再走吧。又走不动了？不是走不动，是背不动了。好了好了，真没用你啊！到那边去坐吧。哦。哎呀，仙仙，为什么我们放着马不骑，轿不坐呀？我们一路上不是骑过马、坐过轿了吗？我是说，我们为什么不继续骑马、继续坐轿子，非要背着这么多东西自己走，跟逃难似的？本来就是逃难嘛。哎呀，什么逃难啊！我只不过是在考验你、磨练你的意志啊。诗经上说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绝世大美女，哎，不吃点苦头，怎么求得到啊？哎，难道这也是你们花果山的规矩吗？对啊。我才不信呢！哎呦，你终于变聪明了！哎呦，在折腾我呀！怎么了？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呢。有人在跟踪？谁啊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不然的话，我可要放暗器了。我数1、2、3。还真的有人啊！郡主，是我啊，丁香。长孙殿下，仙仙郡主。丁香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黄大人担心你们，吩咐丁香暗中保护你们的。啊？保护我们？凭你呀！跟踪就是跟踪了，说的那么好听。黄大人叫你的？是。黄大人叫得动你啊？你是谁的人呐？他叫你跳河，你就跳河吗？可是黄大人他也是好心嘛。哼，好心，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你们的这份好心。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就正大光明的跟着我。我正缺个替我们背行李的人。真的？这么说，你答应带着丁香了？长孙殿下，丁香替你背行李，1圈250，我胡乱咋呼2声就炸出个使唤丫头。这丫头一听有人使唤，还欢天喜地。就算我这一辈子当不上皇上，哎，今儿也算穿过龙袍，坐过龙椅了。太子侍读黄子成觐见。宣。微臣黄子成叩见皇上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对吧？朕在这儿呢。啊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。起来吧。是皇上。这几天的奏折都是允文自己批阅的吗？是。可是这上面的字迹似乎都不是允文的。那些字是子成捉刀代笔的。为什么？允文难道连这几个字也不肯自己写吗？手指头抽筋了？不，只是长孙殿下这几天去，把允文给朕找来。长孙殿下他出门了。什么出门啊？又跟小猴子出去了？是跟仙仙郡主一起出去的。他们俩私奔了吧？不！你堂堂一个太子侍读，除了不，就不会说别的话吗？微臣惭愧。朕问你，允文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？长孙殿下已经走了3天了。什么？就是允文和小猴子他们2个吗？微臣还派了一个丫鬟跟着他们。混账！你就是派出1队大内侍卫也不保险，何况是一个丫鬟呢？来人呐！你们别动！过来。皇上，您有什么旨意啊？
你赶紧派人去把允文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哎呀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可奴才确实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啊。对呀。允文他们去哪儿了？微臣不知道，只听他们说要去花果山。哦，花果山，那不是小猴子的老家吗？是。花果山在什么地方啊？微臣不知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你是怎么伺候你主子的啊？来人呐！你过来！黄子成，渎职失责，停杖伺候。皇上，打多少？黄子成，你不向朕求饶吗？啊！微臣伺候长孙殿下不周，自认有罪，甘心受罚，只求皇上给子成留下一口气，让子成能看着长孙殿下他们平安归来。还算你有良心，那就打20仗。谢主隆恩。过来，皇上，赶紧派张五柳去寻找允文他们。奴才遵旨。去。宣，混账东西！我让你宣，朕让你摆一个稳如泰山的坐姿，可没让你弄成现在这样一个猴样啊！干什么都不行，你还不快把朕的龙袍脱下来？你怎么还不脱呢？啊！父王不是让大家都不要动吗？嗨，我要你现在马上就脱下来。是啊。哎呦，仙仙啊，我们到底是要朝哪边走啊？花果山呢？哎呀，这花果山怎么这么远呢？哎，你傻呀？那当然了，要是不远啊，我早就回去了。哎，仙仙，万一要是你的师叔、师姑、师爷爷、师奶奶看不上我，不同意你嫁给我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倒是真的。哎，我怎么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哎，那你现在就想啊！万一我们千里迢迢的赶到那儿，结果他们却不答应嫁给我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就自己回去呗。仙仙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我就让黄爷爷发兵去抢亲。瞧你这主意啊，我都不知道该夸你还是该骂你。抢亲，倒真是有点男子汉气魄。可为什么让你黄爷爷发兵啊？你就不会自己解决啊？我怕我抢不出你来嘛，我又不会武功。哎呀，其实也用不着打打杀杀的嘛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们就可以私奔。你跟我私奔呐？对啊，卓文君跟司马相如不就是私奔吗？难道我就不能跟你私奔吗？哎，那我们何必要等到了花果山再私奔呢？那依你的意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私奔呀。我以为我们早就私奔了呢。哎呀，没有啊！如果你在皇宫里直接嫁给了我，那我就算私奔了。我们何必要辛辛苦苦的跑这么远的路？此树是野栽，此路是野开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你是何人呢？哎呦，你还问？当然是抢劫的了。小娘子果然有眼力嘛！多谢，保重，再联络啊！拜拜。哪里跑？弟兄们，在，给老子围起来！惨了，小偷遇上强盗了。还想跑啊？啊！把东西给我拿出来！是，拿出来！人跟人不一样，贼跟贼也不一样。我是辛辛苦苦的偷，人家只要痛痛快快的抢。老大，哦，仙仙，咱们逃吧！千万不要动啊，否则会死得更惨呢。兄弟伙，我们发了哟！老大，自从当上了贼，还没有遇到过这么肥的羊嘞。
还有2个漂亮的小娘子，正好可以弄回去给老大做压寨夫人哦。别压寨夫人。哎，看你们也不像是大富大贵的人家。啷个会有这么多好东西啊？看看那些东西是真的是假的？是真的，真的啊！当然是真的哦，要不是真的，本姑奶奶还懒得下手偷呢。偷？对呀，不偷不抢哪能发财呢？再怎么说啊，咱们也算是亲戚同道啊。我的荷包。哎呦，不就是一个荷包吗？一定是哪个跟你相好的女人给你的吧？喏，这荷包。哎呀，果然是高手啊！实在是佩服，佩服。好说好说呀。不晓得这位女侠啷个称呼啊？我乃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上天入地，神出鬼没，千变万化，妙手回春的黄飞鸿女侠。这跟妙手回春有什么关系啊？原来是黄飞鸿女侠呀！失敬失敬。那位是？我弟弟小虎子，我弟妹小妞子。小虎子兄弟。我这个弟弟啊，他从小就给我惯坏了，不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啊、江湖规矩啊，什么都不懂啊，别跟他计较啊。啷个会呢？我啷个会跟女侠的弟弟计较这些呢？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我黄飞鸿既然跟老大和众兄弟有一面之缘，就算你们不好意思啊，我也要送一些见面礼给你们啊。妞子啊，挑几样值钱的东西拿出来，剩下的东西啊，你就把它重新包好了。老大，难道连这么一点小礼物你都不肯收啊？不，礼物的事情咱们慢慢商量。不过我老大能够认识黄飞鸿女侠，真是我的艳福哦。不如我来做东，找个喝茶的地方，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啊！怎么样？难道黄飞鸿女侠不肯赏我这个脸吗？小虎子，你说呢？你不知道啊！别看我是姐姐，可除了偷东西以外啊，所有的事啊都得听我的弟弟的。说话呀！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小虎子啊，怎么样啊，小虎子啊？谁也不认识谁，喝什么茶？哎呦，他不同意啊！虎子兄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有道是一回生两回熟嘛，你要是不肯赏脸的话，不要怪我翻脸哦。别看你姐姐是神偷，我们可是强盗。强盗要是不讲理的话，神偷也拿我们没得办法。他拿你有没有办法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拿我肯定没办法。咱们走，走。你跟老子啷个那么不开眼哦？啊！你让开！你父子兄弟还挺厉害，难怪你姐姐听你的话呀。知道就好。你到底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？你忘了出门的时候爹爹是怎么叮嘱的吗？我才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！走吧。好了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你那副顶梁柱的臭架子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要是没有我啊，你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。我怎么样啊？我早就受够了你呀！想我黄飞鸿也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、妙手回春、神出鬼没的女侠，凭什么处处受你这个小东西的管教啊？给我滚回家去，等着吃我的厚的就行了，少在这些武林同道面前丢我的面子啊！算了，你走开啊！我早就受够了你了，
天天我替他们卖命不说，还得受他的气，服他的管，这叫什么世道啊？你回去，走，跟我回去啊！回去！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你走啊！我不走。好，你们不走，我走。我宁可在江湖上随便找个混蛋嫁了，也不要再受娘家人的气。耶，皇女下果然还没有出国啊！我出你个头啊！出我的头！你回去告诉那个叫什么吴柳的臭男人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叫子成的混蛋，说让他们都死了这条心。哎，老大，那些东西啊都归你，收好了东西咱们走。好，弟兄们，赶快收拾。这个老大要人财两得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，走啊！走。殿下，你真的不带夫子兄弟啊？哎呀，你还不嫌他碍事啊？没有他跟着闹啊，甭说是喝茶，就是吃饭，本女侠也奉陪到底啊！真的呀？信不信了？哎，殿下，我们赶快去搬救兵吧。我知道。哎，那我们快点走吧。不能快，否则的话，让那帮土匪发现了，先前的一片苦心就白费了。驾！怎么了啊？快走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我跑不动了。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驻军或者官府啊？肯定有，就是不知道在哪个方向。得找人问问啊。哎，殿下，你听，驾！不会这么巧吧？刚逃出抢匪，又遇上马贼了。哎，快躲起来！哦。驾！哎，是张捕头。吴柳。哎，吴柳！吴柳，是我呀！长孙殿下，来喽！客官慢用。去照顾兄弟伙。好。怎么样，黄姑娘？叫我黄女侠。好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牙寨夫人，我天天喊你姑奶奶都可以。谁喜欢当你的姑奶奶？哎，你刚才当你那个兄弟的面，你明明说宁可在江湖上找个混蛋嫁了的嘛。那是故意气我弟弟的。再说，你是混蛋吗？哎呀，只要你肯嫁给我，我要说当混蛋，我就是当王八蛋都可以。你要是不答应我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你看，我就这么随便一试就试出来了。你这个狗熊脾气啊，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啊？那我不发脾气了还不可以吗？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不过，虽然刚才我跟小伙子他们赌气，可我也不能就这样不管他们了。就算要打发他们走，咱们也得分一半东西给他们呀。啊，分一半给他们啊？怎么，不舍得给呀？哎，舍得，有了你，我就等于有一棵摇钱树，这点东西算得了啥子哦？算我没看错，总算有建设。多谢娘子夸奖，多谢。行了，你看我们现在啷个办？在这儿等着呗。你以为我弟弟就会这样放过我啊？闪开！闪开！你不能进去，我要叫我姐姐。快闪开！你不能进去，我要去见我姐姐。不行，走开了！哎，这个小呆瓜，谁让你跑回来了？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耶，小舅子，你来得真是好哦！不然的话，我跟你姐姐不晓得要在这里等好久哦。我那个小妞子弟妹来。姐，我们到那边去说。哎呀，我都快成你姐夫了的嘛，还有啥子话要背着我说哟？你说什么你？哎呦，我要跟我弟弟说话，你非要跟着不可，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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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你们随便爱到哪里说就去哪里说，这才听话，这才可爱。好甜蜜哟！哎呀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？怎么了？你要急死我是不是啊？我就是要跟你死在一起。死呆瓜，臭呆瓜，谁要跟你死在一起呀？我一个人好脱身呢。我要跟你一起脱身。你疯了！你装的可真像啊！我还真以为你是单枪匹马回来的呢。我怕我自己救不了你，我又不会武功啊。小呆瓜，仙仙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离开你只有一小会儿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比一辈子还要长。如果不是为了搬救兵，打死我也不会离开你的。我知道。仙仙郡主，长孙殿下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。你们两个死鬼，不想活了啊！启禀皇上，张五柳张大人求见。快叫他进来。是。皇上，五柳拜见皇上。允文他们找到了没有？长孙殿下跟仙仙郡主都已经找回来了。哦，好。哎，人呢？他们随后便到。哦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是父皇。哎呀，老二没说你嘛。老二，你笑什么？父皇，父皇，这画中的父皇果然是目光如炬、唇红齿白、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呢。胡说，真成妖精了。儿臣不会形容，可这画师笔下的父皇真是好美好美的一个美男子哦。哎呦，美男子，朕什么时候变成美男子了？啊？你画的这是朕吗？回皇上，这比允文还年轻呢。皇上饶命啊！
父皇，他画的一定是少年时代的父皇。混账！是，朕说的不是你，是他。皇上饶命！你知道朕从来最恨什么人吗？学生不知。朕最恨的就是有人在朕的面前说谎，最恨有人在朕的面前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。啊，你看看朕的眼睛有这么大吗？眉毛有这么弯吗？你再看看这嘴、这脸型，你是在画像吗？这明明是在撒谎，对吗？画像，画的不像，叫你来干什么？来人啊！把这个只会谄媚欺君的家伙给我推去！我混账！朕骂的是你，不是他。是父。在朕的面前有你发号施令的份儿吗？啊！滚！都滚！滚！是。皇上，请息怒，别生气。哎，你看，爷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淑妃娘娘，王爷呢？在屋里。可王爷说他谁也不想见。我有话要对王爷说。哎，娘娘，难道我站在这儿说也不行吗？王爷，你又要对本王说什么？妾身不知道说错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怎么又惹得王爷这么生气？就算是妾身做错了什么，说错了什么，要打要骂，全都任凭王爷处置，只求王爷不要这么苦着自己。王爷，王爷，去把柳妃接回来吧。妾身，你不要再在本王面前做戏了。你以为你的心思本王不知道吗？自从如梅进了这个门以后，你做的还不够吗？王爷，妾身从前的确对柳妃做过许多错事，可自打柳妃救了妾身，又救了王爷之后，妾身便已经在心里把她当作亲姐妹一般。为了成全王爷和柳妃，妾身还专门找过她，求她早日回到王爷身边呢。哼，你的这份好心，本王已经领教过了。只怕是你越去找如梅，如梅就越是不肯回来。王爷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妾身的话呢？妾身为了劝柳妃回心转意，妾身甚至愿意离开王爷。本王什么时候说过要让你离开了？不是王爷说的，是妾身自己这么想的。只要王爷身边没有我这个人，柳妃自己就会愿意回来的。可惜，你想错了。为什么？妾身是真心真意的。好了，回房好好休息去吧。柳妃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皇上，长孙殿下来了。皇爷爷，皇上，你们可回来了。哼，居然敢瞒着朕流出宫训。哎呀，皇上有道是天天相见不如偶尔思念啊。小猴子跟宇文出去这2天啊，再一回来呀，见到皇上，不是大家都能找到一种重逢的喜悦吗？哼，重逢的喜悦是重生的喜悦还差不多，劫后重生。皇爷爷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画四不像。哎，朕想找个人好好画幅像，
没想到，我大明朝居然连个会画画的人都找不到。哎呀，皇上，您可不能这么说。您要是这么说，咱们这儿有的人听到了，可是会伤心的。哼，伤心啊？谁伤心啊？就是您的长孙朱允文呢。谢谢。哎呀，要说画画，允文啊，可算得上是举世无双、天下第一的大画家，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他呢。哦，连你都佩服他？他可真不简单呐。哎，那你就让他画嘛，我保证你啊，100个满意，1000个满意，10000个满意，满意。好，允文，今天你就给朕画。来。谢谢我这。我这叫故意打岔，你要不想挨骂就画呀，赶快画呀。哎呀，皇上，看这边啊！抬头，挺胸，收下巴。哎，这才是最好的姿势嘛！哎，你瞧瞧看啊，多么有威仪呀！哎，你瞧那眼睛，像雄鹰一般深邃犀利。哎，瞧那眉毛，斜插入鬓，英气勃勃。再瞧这鼻子，瞧那嘴巴，还有这胡子，哎呦，这才叫天子之相啊！得，别捡着好听的说。你说，你拐着允文出宫是干什么去了？皇上，我都忙了这么半天，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怎么还没忘了这事啊？哼，允文，你说干什么去了？允文是要跟仙仙去花果山求婚。求婚？求婚这事儿也要你亲自出马呀？可是我求婚当然是要亲自去，才能显出诚意嘛。再怎么说，小猴子也是花果山的第一大美女啊，怎么能不经家里人同意就随便嫁人了呢？只要朕同意，天底下谁敢说个不字？你这个小猴子，都是你贪玩，巧立名目，骗着那个允文跟你出去闲逛。皇上，您真是火眼金睛，料事如神呢。连小猴子这么一点点的小把戏，你一猜就中哎。哼，朕要是连你这点小花样都看不透，那朕也不用做这个皇帝了。哎呀，皇上，您说归说嘛，不要乱动嘛。来，坐，抬头，挺胸，收下巴，面带微笑。小猴子，站到朕的面前来，让朕看着你说话。是，小猴子恭听圣训。小猴子，朕不是不许你们出宫，但不能像这次一样单枪匹马的出宫。你以为离开皇宫就能风流快活了？朕告诉过你，外面多的是豺狼虎豹。不要以为你有点小聪明就无所不能了。江湖险恶，还要去花果山求婚呢。只怕你们还没走到花果山，就已经呜呼哀哉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就去天上做夫妻吧。哎，到天上做夫妻也不错啊。那我跟允文啊，一定是一对神仙伴侣。哎呀，仙呐！你呀，你要是有允文这么听话，朕就更放心了。仙枕啊仙枕，我21世纪神偷小丸子被你带到了大明朝，现在已经玩不下去了。睡美人从一生下来，就注定了要被纺锤刺死的命运。可是到了最后，不是出现了一个白马王子把他救了吗？历史上的朱允文，最后被逼宫退位，自焚身亡，那是因为他身边没有我这位来自未来世界无所不能的小丸子吗？小呆瓜，为了你，我要改变历史。哼，都说历史不能改变，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呢？哼，小呆瓜，我就是你的白马王子。小呆瓜，
等着我来救你吧。仙仙，真是说人人到，说鬼鬼就到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，小呆瓜？仙仙，我在家里想你，想着睡不着。仙仙，从前我只知道自己有多爱你，却不敢肯定你也能像我爱你一样爱我。我只希望你能把我放在心里面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让我来爱你，我就满足了。可自从那一天，你突然当着那群山贼的面，对我又喊又叫，跺着脚让我快滚的时候，我才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你是真的爱我，并不亚于我对你。仙仙，怎么了，仙仙？啊？我也是。我最近才发现，我只要一想到你，一想到你会死，就好像比我自己死了还要难过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当你带着那群山贼离开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像你说的一样，真的比我自己死还可怕。仙仙，从今以后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让你再陷入任何的危险。我也不会再让你陷入任何危险。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仙仙，如果今生今世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的话，我会死不瞑目的。我也是一样。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要你离开我。我不会离开你，仙仙，我不会离开你。